接下咱来看上帝话，记载是新约圣经约翰三书要对第2节来看到第8节。约翰三书要对第2章来看到第2节来看到第8节。现在我来读。所听的兄弟啊，我愿你万事为亨通，勇惊。 亲像你的灵魂相通一样，因为有兄弟来见证你所存的真理，亲像你伫真理伫行，我就真欢喜。我听见我的囝儿伫真理伫行，我的欢喜无较大伫即个。所听的兄弟啊，既然你所款待出外的兄弟是对忠信的所行，因捌伫教会的面前见证你的疼痛。 你若合伫上帝甲因送行，就是最好事，因为因为着伊的名出外，无对外邦人提什么面，所以即户人咱应来接达因，互因为着真理做同着外的。以上，即是要请本堂谭牧师来讲道，要所讲的题目是一同为着真理做工。咱当先来祈祷。 慈悲听阮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呼召，互阮伫耶稣基督内成做伊的，成做上帝囝儿，也成做上帝厝内的人。主，阮也感谢上帝，你互阮会当踮伫交人教会，互相成做肢体。主，阮也恳求上帝，将你的活命的真理的话赏赐互阮，互阮通得到上帝你的培养，得到上帝你的养持，也当成做你跟真理的干净，甲传福音、报好消息的人。 主，阮也搁一摆恳求你，踮伫阮的中间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敬拜甲服侍，拢通得到你的意爱。安尼献上阮的祈祷恳求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日特别安排，是陈牧师要去嘉庚福音中心，最后一届会当伫嘉南教会遮来做分享。我真感谢上帝带领。 带领我会当来到伫嘉南教会这站的期间，也伫遮学习，伫遮有侪的得着。所以我今日用这个圣经节，就是约翰三书的第2章，要甲大家来祝福。愿上帝祝福咱会当得到凡事亨通，身体勇健，灵魂兴旺。我相信这是上帝予咱一个真大的礼物，就是咱事事会当顺利，而且咱的顺利是因为咱有一个勇健的身躯。 咱的身躯勇健，做代志就会顺利。然后，因为咱对咱的灵魂甲主的关系得到好的建立，所以咱会当身体勇健，事事亨通。所以用这3个祝福也来教咱每一个教咱教会兄弟姊妹互相来祝福。总是伫这几啊年的中间，有侪人来问我3个问题，所以我就3个答案。头一个问题就是问讲。 迄种伫纽约人在问讲，陈牧师，你为什么要来嘉南教会？你为什么要来嘉南教会？我相信为来嘉南教会，这是上帝安排。所以，互我感想到会当来嘉南教会，头一项就是为着会当来行出这个真理。今日咱所读的第3节、第4节的所在，讲有信徒到遮来，甲我讲你对真理的忠心。 一向用真理做生活的中心，互我是非常的欢喜。无别项的事，比我听到我的囡仔伫生活伫真理的中间，会当更较互我得到快乐。当我伫顶一个教会，做传道师，就是伫柳营教会，第2档开始，就有几啊间的教会来邀请，讲我会当去到因的教会去牧会，也是有的邀请去做。 团队的侍奉去做青年的牧师，伫遮的教会咧邀请的过程中间，有的是牧师，来拜访，有的是带长职，开福音车来，有的佫有介绍去到教会去参观，然后有的佫有伫遮咧讲，你来阮教会要互你偌济谢礼，要互你啥物福利，有伫遐讲真侪，所以伫遐的祈祷找求拍算中间。 家己有一个祈祷是讲，从会当5万的是会当去到伫屏东和平，因为
已经教会已经在开始在做青年，这青年已经做到200几个。所以我讲我来当去到遐，真正会当做青年的事工，一定是真意爱、真欢喜。第二个5万第二志愿，我想讲我会当去伫台南的东门巴克里，台南东门巴克里，因为伫迄个所在甲柳营较近，毋免离开台南，会当伫迄个所在继续甲柳营教会兄弟姊妹做伙。总是最后为虾米决定要来嘉南？因为嘉南的牧师伊嘛无落去柳营，嘛无带中职，嘛无讲你有偌侪社礼，嘛无讲你有啥物福利，也是介绍教会。为虾米最后会决定讲要来到嘉南？因为伫电话中间，陈牧师迄阵甲我讲，教会有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对外要诚做是一个宣扬的教会，对内要诚做一个基督的教会，就讲这两句话。所以我就伫遐祈祷，感觉讲这个异象，互我有一个真大的感受、感动。所以虽讲桃园我无识，嘉南教会我嘛毋捌来过，我毋知影嘉南教会的这个风声，也是伫外口安怎。总是因为这个异象，所以我就答应讲，安尼就来到嘉南教会，来遮合适。所以伫这个所在合适的，就是来追求这个真理。安怎合适，互教会诚做一个宣扬的教会？合适安怎互教会诚做一个基督的教会？真感谢主伫嘉南教会，来遮有真侪合适。对迄阵陈牧师的讲道，讲着使徒圣经3年外的时间，尾后咱阁有5年的这个敬拜人生、团契人生，一直到宣教人生，以及伫教会来面有真侪遮的信仰的培养，一直到咱即马，一直咧杀的。每日研经释义，这一切拢对我带来真理，真大的追求甲帮助。另外一项就是来到伫嘉南教会，也互我会当学习一个用真理做生活的中心，用真理来诚做生活的中心。因为咱来教会除了听讲道，来遮学习圣经，伫遮来得到道理以外，上重要就是咱安怎样将这道理会当将伊行出来。所以伫嘉南教会这几年来，互我一个真好的环境，而且更较好的就是会当参与伫每一个小组、每一个团契中间。真感谢每一个小组的家庭，因开放因的厝体，互咱会当伫遐参加来分享。也真感谢每一个伫小组中间参与分享做见证的这兄弟姊妹，因为恁的见证也互我得到真大的激励，得到真大的帮助。看起讲，等咱会当挖靠主。用真理诚做生活的中心，安尼来追求，上帝的确祝福互咱，上帝也的确祝福互咱。所以人问讲你为虾米来嘉南教会？我想来嘉南教会是因为要来敲吹，要来行出这个真理。人佫常常在问讲，你来嘉南几年啊？你为虾米佫伫嘉南遮久？去年咧开会时阵，拄着伫过去伫南部的东港，讲你还佫伫嘉南哦。你无要出来家己牧会哦，我就甲伊回讲，因为我伫嘉南，遮个事工嘛还未结束，还没有告一个段落，我感觉要有需要，有必要继续伫遮。你为什么继续踮伫即个教会？我想我伫遮思考，讲为什么要继续留踮遮？是因为要服侍真理，要服侍真理。伫今日圣经集第50到第60安尼讲，亲爱的朋友。你遮尔真实，为着你的信徒做代志，甚至对青疏的信徒也是同款。因捌遮个教会提起你的疼心，请你照上帝所喜爱，帮赞因继续因的旅程。伫服侍的过程中间，我想有2方面的服侍。头一方面的服侍，就是来服侍教会的基体，服侍教会的基体。迄阵已经确定讲要来到伫嘉南教会，有真侪关心我的同工，伊就甲我联络，也是甲我考劝，讲博子哦，你要去嘉南哦，你有确定哦？迄个嘉南迄个陈牧师哦，伊是真严的人哦，你去遐哦，你可能哦做无2年哦，有诶是讲你要去桃园哦，迄大教会呢？大教会人吼拢是顾家己哦，无真正咧听教会哦。真侪即款的声音，伫我的耳孔边，虽望无造成影响，但是遐个话我嘛
记到即马也会记得安尼。总是感谢上帝，遮个人会遮个提醒，也互我真做我伫即个嘉南教会合适的中间，一个真大的鼓励甲提醒，就是毋通来失志，也是讲毋通来放弃。伫教会中间，我相信为虾米继续伫嘉南教会，就是因为要服侍集体。伫做青年牧师的这期间中间，开始来参与讲教会的青年，真正是需要来培养青年，真正需要有人来引带。所以当我拄来的时阵，来伫看去教会中间的青年，迄阵有学青团契，是即个文革长老的查某囝，伊咧做会长。伊咧做会长的时阵，迄阵的学青团契差不多20几个，那较侪时阵到30几个。总是嘛有即个国高中班，有40-50个遮个国中高中生的学生伫教会，所以这就是要开始牧养的教会。但是我好奇就是讲，伫嘉南教会遮侪人，遮大间的教会，敢找无甲我平做会遮个青年，我迄阵嘛是青年嘛，就是讲我是63年厝的，我要找这6年级的同学哦，那会遮少，找来找去就是。知影讲敏哲啊、义哲啊、苏伟啊，还有过去台中的迄个雪珍的查某囝叫称月，有这几个拢是6字头的，但是真正伫教会中间，这6年级的那会遮尔少，所以我就努力讲，期待这7字头的8年级的、9年级的，还是即马18年的，因为当9年级就无10年级啊，18年，因会当继续会当留踮伫教会。所以经过这几年对学青团契到青年的礼拜然后有这个青年的牧区，最后咱3-4年前有这个青年事工这个规划组织，到去年咱有这个拜六的礼拜，这个青年会当伫教会中间继续会当伫遮来学习，伫遮来追求真理。所以真感谢主，咱的教会即马对7年的7年级、8年级、9年级，拢会当找到一阵一阵遮的青年。虽然也有真侪伫外口，需要咱去甲伊带伊考转来，但是即个青年是咱教会的条将来的愿望，真正期待咱嘛会当继续来服侍遮的青年，服侍遮的集体。也真感谢咱有主理学校、教会学校的主理学，来做遮的细囝的事工，伫这主理学中间的事工，嘛是真重要的栽培甲培养。所以服侍教会集体，另外就是要服侍伫社区的众人，咱的教会伫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好的地点，嘛是伫桃园市真重要的所在。咱的教会嘛，固定做桃园市做社区，真侪贡献，包括商业大学，也是过去的这个庇护中心，以及等等，咱有一寡对外的报道甲宣扬。然后等我来到伫教会，教会互我一个工课就是讲你爱接即个协会的总干事，因为迄阵咱的生命教育协会打成立，总是还未有开始遮个事工，所以麻烦总干事来做遮个事工，所以就开始来敲吹讲安怎样将即个性命教育会当来推展，所以对头一个班对头一个课程安尼开始，然后招一群的老师。开始有遮个志工遮个团队，然后看去遮个志工团队，因为开始做遮个志工生命教育老师有40-50个，所以讲咱爱来做一个志工的训练，所以佮开始来做志工的训练，最后让我成立这个志工大队，100几个来摕到这个志工的手册，到今日咱有一个志工队的组织，甲整个咱教会有这个社区的事工，会当咱来完整。嘛，看伊讲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学习，甲一个真好的服侍，就是来服侍教会以外的集体。教会以外的集体，我相信，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上帝有咱遮多的资源，咱会当伫即个内面，伫教会内面得到真好的养持。真侪人拢真欣赏讲嘉南教会一礼拜聚会，逐日拢有聚会，拢有真侪活动，有足好的资源。咱嘛愿意将遮个资源，会当分享出去，会当互社区的人来得到上帝的恩典。这嘛是我伫即个所在得到真大的学习，伫遮来服侍真理。最后第3个问题，咱嘛最近常常甲我问讲，陈牧师，你要离开嘉南无？
其实毋是离开，吼，是爱出去开拓，吼，继续伫家啦。吼，你为什么你要离开？吼，为什么你要出去开拓？吼，我想我的答案嘛是，吼，伫今日经节中间第7节到第8节，因为着基督的缘故出外工课，无接受非信徒的帮赞，所以咱必须接待即款的人，甲因做伙为真理来做工，做伙为着真理来做工。我相信去开拓这家跟福音中心，吼，毋是离开家人，吼，因为所有的一切，吼，拢是真做家人主体，吼，有缘也是团队的服侍，吼，比如讲过去伫遮做青年，吼，即马伫5公里的龙安街，吼，伫迄个所在咧做社区做开拓的事工，总是真侪中间看见牧者要离开教会，吼，拢有造成教会遮真担忧，也是讲遮的毋甘，吼，总是嘛真感谢咱教会小会啊，吼，会当接纳我，吼，会当出去来做即个开拓要紧的工课伫即个所在，吼，我合适讲即个真理要宣扬，吼，真正是爱用见证，吼，用即个见证分享，会当来宣扬即个真理。咱要出去宣扬，吼，毋是讲咱偌高、偌好，吼，是讲主伊伫咱的生命中间带来啥物款的见证甲帮赞。我想起过去伫柳营教会，虽望只有短3年的时间，总是伫即3年中间，互我有得到真侪的见证。吼，所以伫青年的中间，也是伫聚会中间，拢有分享起讲遮的青年，吼，因讲起伫柳营，吼，遮所做一切，吼。说上帝安怎来带路，上帝安怎来带领伫家人吼，即几啊年的中间，共款得到搁较侪的学习，得到搁较侪的见证。我相信嘛，真侪我将来要出去宣扬，吼，真好的故事，吼，真好的遮的见证，吼。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吼，咱做伙伫遮为真理，吼，在合适的过程中间，拢留来真好的见证。迄种时是2个人去到伫柳营，3个人离开，吼，即摆有搁较进步，吼，3个人来到家人，5个人要出去，吼，是真正真愈来愈大阵安尼，吼，所以我相信可能小会嘛是看讲东牧师遮尔会生吼，所以嘛来生一个教会，吼，家己咧讲出，吼，但是咱真正家人教会要生家己一间的囝会，吼，真正是爱用上帝恩典。好，来宣扬，来见证。最后就是咱上好的见证，吼，毋是甲咱喙头所讲，咱上好的见证就是咱的合一，咱做伙的团结。伫即几啊年的中间，吼，咱的中会，咱的教会是先伫中会，吼，头一个吼接纳即个青年牧师，伊阵要献聘的时阵，吼，我个印象真深哦。去中委会要献聘，要聘青年牧师。即个中委会就对即个青年牧师，吼，安尼小可摇疑，吼，伫遐咧问啊，吼，伫遐吼要了解，吼，总是讲青年总是伫即几啊年中间，吼，看讲咱成立中会，吼，开始有第2间的教会，有第3间的教会，吼，拢开始咧聘请即个青年牧师。吼，其实咱家人教会，吼，古早吼就有即个团队服侍的即个经验，吼，那嘛互真侪教会来学习，吼，总是过去遮的经验，吼，有好的经验，吼，嘛有无好的经验，拢真侪咱即马即个团队服侍，吼，真大的帮赞。所以伫牧师的带领下面，吼，嘛一直咧注意讲，吼，咱的团队服侍，吼，要安怎来学习即个合一的功课。因为合一毋是挂在嘴挂在嘴上，吼，咧讲合一，是真正爱做互人看会到的。所以伫即几啊年中间，阮真努力，吼，伫即个牧师团中间，吼，来维持即个关系，会当来掠掉即个合一的真理。看见讲，咱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因是遮尔的合一，吼，因的中间遮尔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伫即个中间也真感谢吼牧师团对中间吼遮个互相的学习，甲互相的接纳。特别是当柯牧师来以前，吼，拢是我甲郑牧师1对1的开会，吼，所以每一届即个开会吼嘛是压力真大，
总是即个科目书来以后，即个压力就减轻足多。即马个青年传道、刘传道，来感觉哇，愈来愈轻松。所以即个有点媳妇熬成婆的感觉。总是真感谢主啊！伫咱即个团队服侍的中间，咱在学习即个合一的功课。咱的使徒圣经常常在念讲，咱若彼此相听，尽量就看起讲咱是主的核心。所以咱毋免出去甲人讲什么，咱毋免出去讲咱安怎来做合一，因为咱伫遮持守即个关系。我相信，别人是每一个人拢是有目共睹，这嘛是一个耶稣基督听真理福音宣扬上好的见证。所以人讲恁出去人毋着一减去因为即马遮关搁咧招东工，但是我相信，毋是流失，是要吸引搁较侪人。人讲恁离开安尼教会，是毋是变做两间分裂？但是感谢主，咱毋是分裂，咱是倍增。我相信将来加根福音中心，嘛要成做另外一间的迦南教会，踮伫龙安街迄个所在。咱伫即个所在安怎样来敬拜，来做见证？共款要伫龙安街迄个所在，来做见证，做主的见证。所以我相信，咱会当继续伫主的内底合一，互相来结连，互通市的人，就会当看起讲，咱的教会真正是一个真有见证的教会。因为加根福音中心明咧开即个便当店，所以常常有拄着来买便当的人，伊就伫遐来看看讲，恁是教会，我讲对，阮是伫伫火车站迄边的教会。我拢还袂讲阮啥物教会，就讲迦南教会，就是讲咱的迦南教会即个名声，其实伫真侪所在，拢毋免特别介绍，人拢听见，别人拢有听见，所以咱着继续为着即个真理来宣扬，也邀请咱会当为着加根福音中心来代祷，因为咱对6月开始到今，有2个月在招遮的开拓的当间，到目前为止，差不多有13名，或者兄弟姊妹回应，讲要来做开拓的当间。那么期待讲，会当到上好20名，或者的当间，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服侍、来付出。我也相信，好让更较会当有即个迦南教会团队服侍的精神。所以最后，我用咱最后就是要一同为着真理来做工，用这3个祝福：凡事亨通，身体勇壮，灵魂兴旺。期待咱会当来行出真理，咱会当来服侍真理，咱会当来宣扬真理。为主最干净，伫到世间的落尾，让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我会当成做一体，伫基督耶稣内面。主，你讲你的话讲，耶稣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就是活命。主，当阮伫行出真理的时阵，阮就是要来行出耶稣基督的性命。当阮要服侍真理的时阵，阮就是要来服侍主。主，当阮来宣扬真理的时阵，阮就是要来见证主耶稣踮伫阮生命中间一切所做甲合一的见证。主啊，当阮想起讲，阮为虾米来到遮？阮为虾米继续踮伫遮？以及阮为虾米要来离开的时阵，阮的回答，阮的心志，拢是为着真理来拍拼。为着真理来做工，这时阵，我们搁一摆用使徒圣经，要成做阮伫遮做伙的祈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引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。